我係樹坤，香港睇神股，要把睇假股。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圖書中阿中股，又到嚟你老香港人打最股嘅時間嗬。到嚟嘅時段嗬，大家無限制測上班、下班、上班轉屋卡，將去市場賣菜轉到屋卡來注射，千種大困難。唔過咧，今日因為業務強度6個香港人老大家向下嚟討論一下，到嚟一個注射對佢哋來講係件當幸福嘅事情，也係一場災難咧。眾上嚟分享了。之前有講到係質疑。大家好，我係青口做咖喱飯，男朋友都按我嘅旨意。唔過，唱一片菜聽聽啦。哦，二張睇，二張睇，我有講哦。好，第一個老太家燒嘅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吃西就會做呀流淚蛋包飯嘅李家嘎嘎。流淚蛋包飯是黑色的，因為流淚好。我色嘅運動艱苦啦。好，第三個老太家燒嘅係應子。大家好，我係動口做菜，唔過動腦細運快嘅應真。好，尊敬。冇啊，咁而家係咪聽寫啊？等下轉到家父考攞佢聽寫嚇。拜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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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四個老太家燒嘅係白鉗啊。大家好，大家好吼，大家唔會講會吼排泄吼，今天哦，我係身為這個一家之主的料理節目嘅主持人來嘅，哦排泄哦，所以大家等下講話唔會不要太大聲吼。咁你叫嚟踢館係冇？好，我哋先一下先呀。聽咗老家燒嘅係飛天啊。大家好，我係飛天啊，我為咗客家炒肉炒到要節家嘅梅頭。哦。到底係何一係五何，地下都啲哦。準備老家燒嘅小鳳。係大家好，我係從細就愛聽祖山傳到大嘅小鳳。加分，看肚子就ดี咧。看肚子就啲，懂咪先？唔講到咧注射哦，大家可能從細到大就看到屋卡嘅斯坦像嘅阿婆阿妹，又係爸爸阿公要落嘅做下做出來。唔過捱細時節一落做下，阿妹還有阿婆就會講，誒生嘢莫落做下。懂定鏡，懂危險，到底係保護癌，還係保護記得？保護瓦斯爐，有可能係保護瓦斯爐，還有保護你哋個屋卡冇俾火燒地去哈。不過大家對一開始對呢個注射講到呢注菜注射嘅體育嘅印象係乜嘅？阿志怡先來分享一下。我細細嘅時體育嘅印象就會有啲電影鏡，因為客家人嘛做菜就會剁雞啊，還有煎魚，個煎魚用入去就啪滾，個油就會彈到我身上，就會凍痛就會電影鏡。嗰時候我細細就感覺非常嘅電影鏡，有點危險。哦，真嘅，我細細看啱咩剁雞啊，真嘅懂，係一場戰爭嘅。上次按電影鏡哈，講到咧剁雞啊，計飛天就當到故事。剁雞肉係一件看起來當簡單，唔過真係係一件當困難嘅事情。阿婆當厲害呢，當強。因為阿媽當厲害，佢剁雞肉唔會背走，可是我剁雞肉會背走。係上嘅。強會背走，唔係死雞。係上嘅人剁。我要打電話給動保團體。我剁嘅係死雞肉，唔過佢慳嚟背走。雞肉包妹要背轉來冇？包妹慳係。阿媽撈佢叫轉咯，你會係搖雞啦，搖雞跳咩搖雞啦，佢就是死掉嘅雞啊！佢剁雞我剁2擺哦，剁強嘅地方佢動槍咧。係啊，佢保佑阿媽叫轉咯，阿媽就啷我講，外甥撈熱剁體，喊熱剁體，喊剁腳鼻剁體，腳鼻剁體剁頸筋，喊最尾村我只介無線就破板這樣做得開始。嘅意思講腳剁體，頸筋剁體，安尼就死條嘅。其實唔係。就唔冇感覺，冇腳唔係走。係，我想啲前菜都是會背走。好啦，你當上癮就是吃手扒雞就好。很辛苦咧，食手嘅做好嘅啦。我哋食完剁好係剁片咧，你就唔會個那個危險，當危險，跟住慢做下背，慢做下走。哦，真勁！我第一擺看牙尾剁雞嘅時間，我就誒，剛是發生第3次世界大戰，因為鬼天係都係勁肉㗎，哎呀，反太營養配你聽講起來說咧，跟你講一開始對啦注射，講到啦注射嘅體育嘅印象係乜嘅？其實對注射嘅英雄，對注射嘅英雄，英國祖國啦，以前有說聽聽，英雄其實就會食東西，阿妹就講，佢食菜、食米、食碗，其他冇去做，因為其中人講啊，我當定人家有火誒，頂啊，先啊，咁樣。
就很美只有快啦，很美只有快。嗰時候我就吃到太熱啦，深夜杭州下嘅時間，佢都會吃到當危險。我說我對啊，印象我就會危險啦。哦，因為本身就危險，唔係冇危險。報復你家，報復起家。我喺上到當危險。嘅你家本身就係一個無天時嘅沙灘。哦，當定嘅係咩？唔可以落咗下好嘅，哦。嘅白天細細啲講到一煮食嘅東西，你要買嘅件事。你家吼講解下就講吼，食材，因為從幾多歲開始食材？差不多幾多歲？差不多9歲8歲吧。他說謊，他沒洗過。細個後來沒記到有些人是開始食材咯。係啊，冇啦，食材先要食。冇。當時食材咗，而家唔聽食就食材。小開始哦，我媽媽是講我吼，愛用田鑊來煮盤做炒個簡單嘅菜。難過啊！喺鐵度訂一檔啊，要炒菜哦。難怪一定還有節目，有節目。係睇下啲，你媽媽做乜嘅？我教我煮菜嘛，因為吼幾個現代嘅社會全唔會做菜，唔會做家事，所以講吼，食嚟熱天愛切家煮菜，點解會餓死？你知道我本年阿妹媽嘅呢？你做唔得用英國，誒菜廠嘅動作係寫下冇會鉗啊，會動腦。動腦。我愛比細阿妹嚟講機器化啦。其實我妹係從細就開始練習做菜嘅人。我家婆啊，之前就會喺雲紅同陪人聽做菜，做本東飲食哦。做嘅泰國菜。係冇錯，啊嗰兩時咧，我就會去請佢料啊。唔過老實話講啦，做下那有乜嘅好料嘅，啊家婆又無限切差，故所我就喺順便。會拿起無愛得體嘅玻璃菜，最外面那一層有沒有？哦，拿過來去給它切啊，哦，切成絲，啊，還有個肉片嚟嘅皮，蘿蔔皮，哦，去給它皮啊，去給它同佢切啊，做成美味的沙拉。你做得食啊？做得困啊！做得困。冇啦，講到了泰國飯、泰國菜後，認真嘅家婆煮嘅泰國菜，嘅小鳳嘅阿妹屋企人50人咩煮泰國菜。係，大家全部係自家細細有做事情，不過我嘅印象很較做嘅係，我對我煮菜係阿妹嘅用嘅。佢嗰陣時大概不管做些進來佢呀吼，佢去熟細細一做下30分鐘就做得出菜。我屋企3兄弟，我爸阿妹50人全部做從事，故所我屋企生意輕鬆當嘅。我屋企冇嘢到一般嘅家庭，把有嘅丟丟嘅給他陶瓷碗，全部係太雜嘅隔熱嘅。都用鍋子吃。冇啦，食飯太飯鍋。還有一種隔熱碗啦，就差不多1份係2份飯嘅嗰種。我屋企盤嘅清色，全部分工。哇！誒，佢炒嘅香菜冇嘅炒一些些，全部炒到。凍到誒，一次炒1個禮拜啦。冇啦，搶菜一天一傳就失態。哎呦，係太同天福嘅煮嘅飯，貴福嘅冰槍槍，我3兄弟人都冰菜。哇！阿妹嗰陣時就講啊，我唔煮那做得，人爸爸俾你就食飯睇咯。真勁貴。但係飯冰台都食我嘅崩空肉，還都見冰菜。養你們的成本好高哦。故所唔係，嗰陣時阿妹是講笑講嘅啦，不過其實我也係講。因為佢希望講福家煮嘅較安心，吼較健康、較安全。因為生意係很細嘛，然後成長嘅階段不如食較好啲嘅。故所我對我印象吼，阿妹煮出來係味道嚇死人嘅。係自己。跟你就冇下半年啊，半年暗抽。係冇。佢等下就會啲都係有下半年嘛，係都係幾切格食，係唔係？如果講要講到那個日外切格煮出來，就係味道係生人嘅空間來實現。不過嚟下門睇價是係乜嘅時節，對咧煮菜煮食要知道有心頭來把握。我第一擺吼，徛嘅鑊山我係國小3年生。你諗係咁樣嘅？冇，你是徛鍋船來搞，你係來煮菜，來菜卵炒盤。係我第一擺係做卵炒盤吼，嗰啲東西係因為國小嘛，我唔啲用咩來煮菜啊，我媽媽是教我講吼，第一套菜是去做卵炒盤，你講睇個鋪就以後咧，我喺國小啊，我總得記得很多東西啊，所以我就想說。第一步嘅加椒，咋講咧？唔記得咧。哇！所以我就2選1，先不用盤咧，也係先不用卵咧。我2選1，你猜我選什麼？姜蝦邊。冇，我先不用盤。結果咧，跟卵咋講咧？不用卵下以後咧，跟
盘吼完全落去乱切落去。哇！哎呦，所以做起来当像个姜黄饭，你知吗？汪汪个盘亮，我看唔到乱，个乱炒盘。嘿，所以唔过后来咧，俺爸爸妈妈看到，佢讲哇，你发明了新嘅一种吼，乱炒盘嘅方式，哎呦，还可以做得咯，哎呦，所以这个我那俺嘅方式系俺新手嘅来人。哦，其实又係乜嘅？大家掌上撈按鈕啦，哦，不給大家掌上吼。下次請大家吃姜黃飯哈。冇愛，我冇愛食那個東西。觀眾朋友們想下，你提白啦，主食係乜嘅時節？為乜嘅為了對呢個主食吃到興頭，又係其實到呢下還係冇興頭咧？韓國你煮菜嘅方式係看電視來好，又係看人哋一家之主來好咧？等下再來繼續來講了。煮一家上食嘅東西嘅時間，應該是會打天把不阿媽，所以應該後解菜全部都會打天把好來嘅。哇，你阿媽係你副片打呢？嗰兩時阿妹就會講係煎魚嘅啦，哦煎那個虱目魚。啊，唔過唔啲馬沙巴吼，佢本身就會用落去就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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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後就一束拿個鑊扇，一束咧就拿個鍋蓋，然後我就這樣子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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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你想死係嘛？歡迎大家到嚟後生睇上我嘅節目現場，喺你家下頭先有問大家樣板型對咧主食啦，吃到有興頭，唔過聽講係小鳳哥啊，佢一開始對咧主食會有興頭，係因為有錢好賺係冇？哦，這樣子吼，因為講起來，因為細細嘅時節，阿妹腦有不溜啦。嗰陣時我帶煙去開刀，阿妹老阿爸本來去出去做事，就問到阿爸講阿哥，我就留啲屋企去賣菜去煮菜，吼，嗰陣時我特別就讓阿爸拿500塊哦，我有當真買，特別去吼，跟條街看到小朋友啲嘛，就分較大條嘅，專門托嘅挑夫乾啦、挑夫啦、挑芽菜、番薯葉、捧紫菜，嗰種。較便宜呢，阿爸就知道乖乖哦。阿爸冇講唔找的錢咧。特別拿500塊啦，專門買給挑夫乾啦，是啦，菜啦，那幾隻暑假吼，嗌4塊是爆貴貴。還有總這樣用去，係啊，你下做爸爸係咪本聲音學安樣東西？冇可能啊，哪有可能？嗰時細細家下一開始係興頭，因為有錢嘛，聲音咧。我哋對扮演時來講。人阿妹細細家對我強樣，阿妹細細家哈，阿細細家哈，阿細細家哈，阿妹對我強樣啦。因為我扮演2歲以前哈，阿媽2歲以前基本上冇食過腦白。哦。出去了，阿妹煮片係咁出門，因為嗰陣時叫食副食品嘛，有就可能400-500聽聽，係我全部但是就係個屋企弄好，咪希望佢做得聲音限制，唔好按隻身腦白。冇關係，再過10年其實就啲咧，鬼冇卡做實條誒。如果講到太講好，對咧做菜傾向就當有興頭，冇菜廠有一個後生嘅，到你阿慢，還係強樣對咧煮食冇乜嘅興頭。我們的地獄使者李佳，讓大家講一下。係地獄使者啦，其實我知道煮菜啊，我冇乜興頭，係因為我做東麻煩，愛洗菜，愛切菜，還有愛洗碗，一下要按到嘅外食 app，按用溜一下，愛什麼嘅就什麼嘅啊，懂偏離啊，完全唔是花時間，共享我丟垃圾，根本嘅愛什麼嘅東西啊，嗰種我知道，其實吼煮菜有常是係嘅。懂大宋時間嘅事情啊，嗰種我真冇乜嘅興頭。冇，除非他就會大宋食材，因為全部都招唔得生，招得生好冇係啊。好啦，佢這樣就去食我背好咧，唔係大宋嗰啲太自然嘅食材，唔係安樣都唔好。我冇大宋。如果你下想睇下回憶下，自家做第一品出來，又係第一出來，係馬街，係阿志怡。我一開始做就係做較簡單嘅菜，因為我會開始做就係我自家帶鵝背嘛，跟人哋自家帶鵝背就唔用吧，愛省錢啊。我說你喺家等兩食譜來學。冇唔錯，嗰時為咗愛省錢，我就大熱這時我就買清太包嘅吐司。等一下，應該冇錢係冇？就係因為愛省錢，唔講你大熱這時食嘅吐司就非常嘅無聊啊。嗰時人哋會變吐司，嗰時50塊那你就希望小紅就好了。清太就乜嘢？炒麵三明治，還有乜嘢？
啊，因为是炒面挺熟的呀。对啊，是炒面之后，还有炒面搞。还讲上千夏威夷吐司用吧？你看，但你就是素颜都係吐司，唔過完全唔強。嗰時候我嘅成法就變到非常嘅澎湃。係，再過來呢，因為你嘅動作啊，還有按部條，冇辦法是吐司嘛。可能動作做嘅好高就是5倍，唔過按部條我就轉不卡嘛，就是起價，是起價用價在就鬆面切東西，前咗嘛個，因為面路當中就非常嘅厲害，比高低兄弟還厲害，高低兄弟都冇搞嘅啦。你家自己係最厲害嘅。面路當中愛做嘛個都做得前一道，就做得面路當中就做來事咧。大家食材整件動方片，假使有物個唔可以做嘅，像係物個甚至係客家菜、客家炒牛板炒嘅，用路方就前面到那個食譜啊，也係那個有人甚至有人錄樣片教用版型來做，嘅白腔用版學煮食。嘿，真緊用路哦，真緊係當好嘅素材，因為你下哦，Google 真緊當挺便利咧。因為 Google 一下哦，個菜名哦，哎呦，那個食材嘅比例啊，然後那個煮菜嘅步驟啊，全清清楚楚咯，教你，還冇強人嘅做法全教不一樣喲。你喺度計而家自主地圖哦，唔但淨係煮起停停哦，喺佢做學到當到切到都嘅風。阿強妹嘅批論講，牛肉、羊肉哦，順紋切也係逆紋切。牛愛用切逆紋切嚟教大家，逆紋切，唔過咧，雞肉落魚肉咧，你拍肉咧，順紋切嘛。哎呀，還有道解節目當中，你喺學到吼滾豆啊、花豆，按樣凍豆嘅冇強人嘅豆花去切東西。就大家會按用啊逆紋出紋就冇咧。哦，還有很多。係哦。係，其實嗰個啲樣嘅白腔，因為你去做那個煮菜嘅節目過後，你下真緊動會煮，人家真不動豆。等下佢拿出來佢煮嘅東西，真係會促緊。黑黨鳥。哦，係黑黨鳥啦咁講。嘅最近咧，你開始用班英來學嘅煮食嘅東西，係阿媽教還係俾生英來教？基本上全部都係阿媽教嘅，因為從我長起推種嘅時節，大概係學老種嘛，喺出去看到嘅東西，大部分都係學老認識嘅東西，喺從嘅東西我教用做嘅出面係全部都係學老認嘅料理，所以我是當唔慣，喺上時之間煮自家上識嘅東西嘅時節，我是會打天花幫阿媽，所以我學嘅菜全部都係打天花學來嘅。哇，你阿媽係你副片打呢？他是線上教學 ，more tutor，他是 tutor，OK，tutor，他考 tutor，沒 English tutor，啊 tutor 就係教英用班吹板啊，做客家炒牛、客家料理啊啲東西。咁小鳳咧，一係媽媽，一係乜嘢來講嘅？佢樣係科學研究嘅，不過佢成日咪教較簡單嘅，佢唔可以當知識化講嚟講，一定要用嚟煮，佢就講嚟講一定要煮鬆嘛，啊啲你唔好煮火辣。好講唔好先煮條鹹，唔拉鹹個補煮好嘅，其實就按嚟聽聽咧。嗰其實我係記得講，乜嘅東西要用蒜頭偏香啦，乜嘅要用薑嘛，乜嘅用蔥嘅，乜嘅用蔥頭，睇要按嚟聽聽。嗰其實希望嚟講，煮家庭菜唔好味道愛煮。彰顯賣菜，我盡量做在備上大塊，看到乜嘅煮乜嘅，啊簡單就好，唔好上到太難。第二下，你嘅小鳳伯我哋教大家30分鐘出一道菜，小鳳伯來上菜。好啦，其實就講嚟講咧，我咪特別做些盡量要動腳嘛。佢嗰陣時攞嚟講乜嘅，記得轉到火烤，鐵佢鋪先洗米。哦嘿，米洗落去以後，因為米差唔多要煮30分鐘。 30分鐘，因為佢15到20分鐘要挑起來。係啊，挑起來哦，去加10分鐘，啊，你翻會較 Q。哦，嗰兩隻鑊頭嘛，係唔知講煮乜嘅冇關係，一鑊水先煮落去，看等下我煮湯也係炒長菜用嘅。另外一隻鑊頭，我基本上一定係先煎軟嘅東西，因為軟嗬唔係為煎嘅話，鑊頭唔會好做。做得出價就偏向炒長菜，長菜炒好，也好似應該忙20分鐘啦。還有10分鐘，看按表15個呀，10萬個肉，基本上時間一定要拉嘅。我說30分鐘出菜，也基本上冇問題啦。哇！老公爸爸。對，家庭菜僅僅做得30分鐘煮出來，不過最難係麵條先嘅備料啊，呢個東西，還有洗菜，我真係未動腦呢種東西吼。你家雖然講可能冇乜個興頭來煮食，不過一開始用班來學嘅煮食嘅東西咯。其實大家係用好多嘅啦，做叉燒飯啦。雖然你係冇嗌會煮菜嗬，唔過我係當好看嘅美食嘅節目。一家之主。唔係，今日
没有，今日其實冇標啦，吼，標嚟看啦，吼。唔過我就會看懂到 YouTube 有懂到嘛個不專業料理教室啊。你已經很不專業，你還要看不專業？我一看不專業。鬼了，我跟你講，要不專業料理教室呢，其實都簡單。因為不專業搭配不專業。超我就知道，要愛做的，要不專業料理教室，愛沒做的，愛不專業沒做的嘛，好。故說我有一擺就看那呀，愛做嘛個雞卵糕，做呀抹茶口味的千層派。哦，千層派，嘿，為什麼難呢？唔過幾款係都簡單啊，我說過我應該沒做對啦，我就係講阿姊，你叫我嚟做款啦，然後好啊好啊，結果呢，本來去甜嘅吼，我就唔知做乜嘅，就做到鹹嘅，我想係我就係想講呢，可能係鹽巴加太多啦，我哋唔知啦吼。跟鹽樓同要換佢來標麼？有啊，我就要換佢來啊，我就想講呢，我老我阿姊係係唔好浪費大眾資源。冇實體啊！最近東大生，東大生，佢說我係甜飯嘅嗬，我不係好嘅。係啦係啦，一下乜嘅 panda，乜嘅東豆，哦，你就鹹來食就好。我大家咧係先非常下，自家印象當中睇出菜係乜嘅，到底嘅睇出菜好食，一係唔好食，讓大家分享下印象。睇出菜係做乜嘅？嗱，其實已經唔記得啊，對。動細就開始煮菜，古時嘛個水餃的啊、煎卵啦，嘛個我就會。唔過我記得第一擺煮泰菜，同講煎魚嘅乜嘢會？真勁當然真勁，鮭魚啊，你算。鮭魚那算了。真勁係東南哦，嗰兩時阿妹就會講係煎魚的啦，哦煎那個虱目魚。唔過睇下就係馬沙灣，啊唔過唔啲馬沙灣吼，佢本身就會。冰落去就啪，然後就一數拿個鑊扇哦，加壓一下，一數咧就拿個鍋蓋，然後我就這樣子，噔，你要小死係嘛？我同佢弄一下，我跳八嘎鐘啦，跳八嘎鐘。你邊個虛真就別，我然後把鍋蓋蓋起來，這樣子啊，結果咧，然後動力會動強哦，踢一百斤嘅，完全就冇輸手，一時咧就冇本佢憋到。唔嘅，那個冇變到，那個唔嘅咧就火燒辣哈，火直接出火燒咧，已經燒焦了，完全就冇辦法食的。還有魚乾呢，裡面大送什麼東西啦？馬上俾人剪到個皮嘅老母誒，那睇起來就溜皮溜骨嘅，眼睛黑。唔有皮嘅係嘛？哦冇啦，我買嘅時間原本就冇皮。最好嘅啦，嘅觀眾朋友們想即係我愛同大家講一個講法，先從我搞太好，不如來講。整成主持人，馬來模仿，但真沒有不允講。就太搞唔是按辛苦哈，大半還會講噔，你就這樣又好像就做得咧，同佢翕一下，佢會輸動後生又唔驚吼，幫佢憋到，自好起來。其實我知道，家根本冇學到，誒，咁樣去剪，我即刻去剪唔就好咧，哈。俾觀眾朋友，你們想一下，第一擺喺煮食嘅時間，又發生過乜嘅神奇，又係當危險嘅事情。韓國你知道煮食那一片好搞，那一片簡單，又係根本就當困難咧。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共下來討論了。挺麻煩嘅呢，就係去買嘅食材，因為你大半年從一出菜從。副瓜韓爛就會買副瓜，還有韓爛就反正就一出菜就會清走嘅食材，嗰時候就我剛剛挺麻煩啦。唔過捱動好去市場拓菜，因為係一種討價還價，係一種奇妙嘢，我沒有討價還價哦，給很硬哦。歡迎大家到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哈，加唐台清定樣嘅印證嘅配音，還有小子嘅故事。那有得人講，同得人笑咯。我是見的，我知道嘅嘅東菜歌，唔當菜歌，唔係青菜歌，唔過有一隻可能唱自己嚟分享下，第一出菜係做乜嘅菜？係嗌下老師冇唱一陣，讓他變嚟。唱嚟第一出菜咩係因為愛省錢嘅關係，因為嗰陣時咩去夾帶嘛，就像老家下前面講嘅土司料理，唔過你嗌第一出菜係炒包小卵。還有炒法菜，你看那兩道食材都非常的便宜，係冇？還有安尼炒包小卵啊，就買個包小罐頭啊，一排就3個啊，一罐呢，我去假時就在吃青豆葉，還有個炒法菜，你看
按太炸一朵花那么大一个，我就可以吃很多天。古时候因为我去家买青好笑，像我就去家有煮饭啊，煮饭了后我就蹦了用菜，我就感觉非常的茶饭嘞。哎呦，安好。嘿，不过都冇空间啲嘛。没有啊，有菜呀，有肉啊。这都懂孔天啊。嘿啊，懂牛嘞，牛，营养冇平衡，蛋白质缺乏。我个牛都几个小凤给骗嘞。唔係難怪現場都丟按愛，因為就從細就營養不良。营养冇均衡，你太偏重某一一。方面了，你走不得有劲。好啦，反正你现在也长不高，没关系啊。好啦。冇機會啊，冇機會。冇機會啦，人家就會上上嘅。晒。會見五提出菜係乜嘅？唔係撈卵有關係。係提出菜按照苦瓜炒鹹卵。哦。又比狗又差哈，又比狗又差啊！你好厲害呢。超濃係卵，做乜嘅已經講出來嘅東西，哦，已經講出來咗。哇！包小啦，係金鳳色嘅非常嘅成功，係就唔知嘅苦瓜咯。啊，這個苦瓜卵咩係有金色嘅啊？其實提一擺炒嘅苦瓜炒鹹卵咪係冇買好食。一定比包上浪好食。我記得嗰陣時，因為我看見阿公婆，佢啱是想講，我冇嗌你切炒看好咧，佢啱先講都是想講苦瓜炒鹹卵，即係苦瓜撈鹹卵撈強鹹。係啊，結果只係卵係鹹卵係鹹卵，苦瓜係苦瓜，結果苦瓜咪冇熟啊，係啊。涼拌苦瓜啦，涼拌苦瓜。很中對啦，很中對。炒鹹卵嘅細節會分開來炒。係，其實兩下嗌炒嘅應該是壞咧，係，所以嗌兩下炒會當好食。韓版呢啲兩嘅細節，一定會傾嘅苦瓜炒鹹卵。尖沙苦瓜定義啦，唔過家滿度咧睇下天出菜係乜嘅，你下次冇睇下知道，你知道啊煮菜啊煮食最簡單嘅部分係乜嘅，最麻煩又係乜嘅，像阿志，你知道那個最簡單？我感覺最簡單嘅就係洗菜，唔過呢，其實洗菜少乜嘅。啊，洗菜咩談到？我記錯。少啊，因為洗菜其實咩清是有技巧，要唔然講，從愛清好食嘅發菜，地杯都清到嘅蟲誒，因為要倒過嚟啊，洗，因為個蟲誒都粘在那個它的花裡面嘛。冇啊，跟煮熟看唔出來，冇關係。你蛋白質啊，跟煮熟看唔出來。它一般愛煮本就是愛煮冇色就本就是，那你就不會營養不均衡了。原來你的肉是在這裡。你嘅營養全部必須嘅。最麻煩嘅呢，就係去買嘅食材，因為你大半年從一出菜從苦瓜鹹卵就會買苦瓜，還有鹹卵就反正就一出菜就會清到嘅食材，嗰時候就我感覺挺麻煩啦。唔過愛動好去私蟲托菜，因為係一種討價還價，係一種奇妙，也我沒有討價還價哦，給很意哦。唔過愛知道去私蟲托菜係一種動神奇嘅事情，做得大嘴骨。係做得。唔過你下喜歡啦，你下有喜歡。係有啊，哈。坦白做係去私蟲向下。向下去。跟私蟲達人頭年係有問題嘛？市場達人。你知道嘅煮菜最簡單係乜嘅？最困難又係乜嘅？簡單咪係洗東西啦，我就洗碗聽聽。哦，唔係洗菜，係洗碗聽聽啦，當簡單錯冇。有種簡單係濕啊，也未當簡單。不過較麻煩嘅事情係知道就係比例嘅問題，比方講伊水愛冰幾多啊，愛冰多呀，冰少呀，乜嘅時節冰啊，其實都係嘢。懂怎樣嘅小細節啲地步度，古時嚟說應該上係較麻煩嘅素材啦。誒，古時就像家小鳳講嘅，最簡單係嘛？出來愛食。一愛最威。係愛啲，唔是講愛啲唔最威，因為你手威啲就天天。誒，愛咩都會做好冇嘿？哦。大家冇想。睇下你看快處理咧，睇下你看快處理咧。好，做得。最緊你知道啦，煮菜最簡單係乜嘅？最麻煩就係乜嘅？最簡單嘅係頭先，其實李家講嘅，我知道最簡單，用淘寶嘅地圖。東西全部好你去到男人店都去到好簡單。係啊，不用幾多，那就是佛跳牆那種。我想什麼不用跳手啊，你們不要用吧。所以我要主講，我哋下次話，我是知道不用落去，該個步驟最簡單。喺頭先因為準備要去買啊，去洗啊，去切，喺個你煮好啊，去燒炒啊，我知道該都當麻煩。真嘅當麻煩係面對一台刀嘅。
喷头发了的时间嘛，啊没有诶，蛮应该洗。给白起蛮起头，马个最简单。来，我教一下你家吼。记解下讲吼，最困难的部分是讲比例哦，冇，该是最简单的部分。讲正经吼，主菜吼最简单的部分哦，是讲因为佢冇清楚嘅答案。假使你調鹹咧，你做啲加水啊；做啲假使改菜調辣咧，你做啲加湯啊。顛到為咗很好就淺時嘅面試啊。最困難嘅部分哦，未係因為佢改主菜冇清楚嘅答案，譬如講就佢係火候的控制。哇！譬如講，我考你煎煮炒炸，嘛該愛用大火，嘛該愛用細火。炒要大火啊。炒到炸哦，炒啊破啊用大火。那煎跟煮用小火嘛，对不对？嘿，所以你要因为轻轻提亮过，你讲为第係，你有没有来控制？那个洗菜早一点放，那个洗菜慢一点煮，因为它不耐煮不耐熟，亲身做过，你讲为了解，这个就是真正的一家之主的总厨师。喂，煮出来应该是冻沙皮吼，哦，出去出嘴啦，懂点。对，吹撞最前輩啦，跟小鳳咧，咩係吹撞最前輩？係我基本上咪吹，唔係，其實我做煮啦，還算簡單。你剛才講嘅配料，有啲人較功夫啦，吼，而且都懂採用啊呢，哦，或者配料叫配當久，因為啲人較知道啊，個菜唔講要偷動槍哩。啊，其實我就青青菜菜，我煮家庭菜嘅，那邊冇講青青菜菜，煮還好，我做最麻煩嘅食飽飯馬上食飯。哦，煎到沙條布。冇啊，食飯就要幫天師，食飽我就要凍毛水啊，馬上要食飯啊，佢寒天加下佢飯係咪便宜？哦，佢凍難食，哦，姑嫂我老婆太太。用水水啊？我咩啲啊？唔好，我就凍毛水我用嚟食。就硬水。我老婆太太就互補啊，兼跳煮愛煮啊，愛煮其實啊佢食飯。哦，有咩一種家師傅講嘅方式？你下半大家來講下，自己嘅收入菜係嘛嘅自己的手路菜，自己先來分享一下嘛嘅收入菜咧。我嘅收入菜就係咖喱飯。韓國人係用名目開叫做母誒。我嘅叫人都點點就想到哎呦，哎呦，那個油跟面的那個右邊有長瘤哈。那是腮紅。哦，啊，它的頭怎麼那麼髒？片聽聽誒，而且一片養的是外星狗嗎？對啊，不是吉娃娃根本就安開。唔係吉娃娃，伊係貴賓狗，貴賓好嘛？好，因為你看蛋後唔係歐洲，因為貴賓狗嘅毛啊，條腩毛就毛毛的，所以要用上去嘛。毛 QQ 啦，係 QQ 誒。那個不是醬沒有弄好。醬沒有。貴飯天呢？不，這是毛，我們要有藝術家的。我給點醬，因為一直來聽聽。免㗎，因為呢個紅蘿蔔咧唔辣，因為其實佢存下來嘅紅蘿蔔咧，我又唔好食紅蘿蔔，故所以我就講哦一隻就好，或者就不用一隻。佢譬如講係你嘅 tomato 嘛，那個木煮就你嘅卵切一半，你看非常的空間。你看咖喱飯，有你唔好食咖喱飯冇？不過有冇搶菜呢？係啊，法菜我食嚟啊。還有應該咖喱飯冇肉哦。哎呦，你真的不喜歡吃肉？我跟馬鈴薯呢？馬鈴薯咧冇有啦。你是把湯塊直接放進去吧？沒有，你就用滾水通個咖喱塊啦。我要澄清一下。我本青島裝相片，佢就拄好，會買佢。唔係嗌唔錯，係唔係嗌嘅唔錯？安慰下。再講嚟，其實大家都清好食咖喱飯係冇？嗰個咖喱飯，你最重要要選個咖喱塊，因為個排要選好。我就冇講乜嘅排啊，因為我大概就清。日本式嘅係冇？日本式嘅。係用日本式嘅，係要大概。還有咖喱果誒，另個誒，兩個係冇？那種辣度跟甜度。還有一啲細嘅辣，細辣就做得嚟。細辣。還有你撈到咖喱飯當嘅係冇？冇，要買你嘅乜嘅那個馬鈴薯啊。馬鈴薯。還有乜嘅肉啊，全部會煮到綿綿，係冇？肉總得綿綿哦。我就好食綿綿，我就好食軟軟，我跟牙齒就唔好。好，
好面面，哎呦，这叫做面面嘛。好，咖喱饭当好是有摆到讲价嘅。你讲嘅食出来全摸底，我个上品。对啊， 70分啊！好了，给你家来分享看看，知道整治10个还会老太家。会绝交哈，回去就收到封锁讯息。好，你家来，大家来看，有没有吴红天呢？哎，Google 上片怎么在那了哟？修图很厉害。等下你家乱爆翻。第一，你有规定，做唔得行 Uber 一直来比赛嘛？哎，跟外汇买诶。也还俺2017年8月22号做的。哎呦， 8月22号订的，因为你去甲做菜没记得，唔过买东西会记得有收据。无啦，要正经俺去俺做流泪蛋包饭，看到嘞，吃还没就有流泪感。妹妹写到外流母全部最哎呦，你蛮难写，龙冠夫诶。很强，这个流那所以拜托按讲吼，俺团日天拜主家下后，一天用数牙。我们听小学3年级快乐好啊，就好呀。好，你考你。哎，等一下，假使你还真去行你做，因为老人讲该当我不用还嘛该。为什么要放香菇啊？那个是放那个削铅笔屑吧？来，你还当过会嘛该？嘿，迄个嘛个什么香菇丝？你看，你没目的。因为嗰時俺想喺邊嘅肉鬆肉鋪，我冇咧，俺想問俺咪想講，哎呀咩動槍啊，就拿人邊係香鬆啊，很奇怪呢。香鬆。唔係俺老太太小記一下，俺冇按用，老邊咧按用切開，冇來切開來。因為裡面不能很上哎，很總得選。因為底位都係利論聽聽。好嘞，剛好嘛，你有正中李廚師嗎？李廚師在這裡，好不好？來，俺係粒粒分明，然後底部都給氣死呢，這是入口即化。按有切開來後，給用講嘅留下來，下禮拜資本太假實。哦，你講嘅哦，好不好？你講冇做嘅法案用干啥？先保險再說，好不好？冇其他法案用干啥？你來睇最尾，你看下正經會做嘅客家炒肉。從全堂煮嘅呢？正經，回去來講一下用乜煮咧？你出客家炒肉。客家米線呢？有媽媽嘅感覺。其實做本朋友是，因為我嘅朋友睇睇都係學老人，記得都講，我記得到我本是到嘅客家炒肉冇窮樣，我是想講應該係嗌老嘅肉韓國肉豆腐乾白到好走好香。係，所以記得知道是起來冇窮樣。係冇咁長嗬，我嘅觀眾朋友們想下，你哋呢個 content 呢個嘅東西，要買嘅東西做嚟陪你分享下，傾下來點下人嘅素顏，韓國假使本來 talk 呢下想去挑戰哪出菜咧，等下再嚟繼續來討論了。客家人最好食夫教婦呢？正經，嘿，正經，夫教係客家人嘅靈魂。嘿，正經哦。媽嘅就係打。嘿，你看倆頭菜哦，按碰牌咁個做起來其實都簡單哦，cái比例燙起來燙清楚咧吼，cái夫教婦撈湯到檸檬汁嘅比例係用咩咧？1比1比1，1比呀呀，1比1比呀。好嘞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哦，大家看一下，你愛做素素食呢個相片。你個蝦กุ้ง夾卡手係馬上做誒。好嘞，冇個多啲咧。剛剛不是這樣套好的，來即刻卡手。裝白 cam，正經嗬。唔係厲害哦，你打動到錢嗬。冇，你下套菜我唔係名嗬，我老太下講。檸檬夫教泰國蝦กุ้ง安沖嘅名哦。他又做乜嘅？你聽我做夫教口味咧，因為客家人最好食夫教婦呢。正經，嘿，正經，夫教係客家人嘅靈魂。嘿，正經哦。媽嘅就係打。嘿，你看倆套菜哦，按碰牌咁個做起來其實都簡單哦，cái比例燙起來燙清楚咧吼，cái夫教婦撈湯到檸檬汁嘅比例係用咩咧？1比1比1，1比呀呀，1比1比呀。好嘞，這個什麼？兒童節目好啊。假使你還好是甜豆，你做啲加熱豆湯啊，爽片湯。南部嘅，你你搞注意哦，不要加到鹽巴。大家哈老都係胖啊，精髓變到面。有都有笑嗬。有。叫佢睇下講啊，邊係睇下講啊，當睇出書呢。好，最尾阿些王爺嘅係乜嘅？好，人家嘅料理就係嘅酸菜鹹肉，鹹菜鹹肉麵。好，來看一下。泡面啊，吃到奶給他哩，對下，給他前鋒料理啦。要煮
注意到嘛个地方，也注意到摆盘很重要的地方。大家全部用讲的盘啦，还是家庭菜呀就不头的。你家就是赢在摆盘啊！不是他们用拽口，他们用拽口。因为你家跟某人爱食，我说嘞，就是家己来打。啊，个小朋友太子啊，冲电视，夹夹我从伊起面。其實我要翕通慢的啦，因為也已經要先做，因為也鹹菜暗肉麵煮較好，一定要分開來煮。基本上鹹菜一定要先炒過，哦，係喺用薑麻來傾香嘅鹹菜，啊，係福卡威色綠綠嘅辣，哦，同到客家人冇嘅色，哦，啊，係鹹菜一定要炒到用嘅，嘅鹹菜唔係話要油，嘅油啊。然後嘅鹹菜炒到嘅油帶強，係帶強勢嘅鹹菜嘅油照出來以後，佢就會轉乾。古嚟嘅暗肉大家煮湯，不過係雞肉暗肉一排骨，咪話用滾水燙過。唔過有暗肉冇佢用，係買到好嘅肉，冇用滾水去殺喎，係最好用溫水。水會滾加下火就要轉色，因為後你一下煮嘅。水強滾，嘅甜味就流失咗。係買到暗好嘅肉，結果嘅甜味全部通咗。大餸嘅，係啊！佢一煮好以後，一同油嘅嘛。後來我再個攞去煮像部隊鍋啦，再個嗱我用玻璃菜啊，嘛嘅，也煮咗啲菜鹽標啦。啊，嘅麵現在分開煮嘅，麵煮好，增加嘅暗肉嘅湯個鹹菜，安尼倒起來就係嗌嘅鹹菜暗肉麵。你家剛才完全鴨子聽的。我說夠嘛可以啊，面整碟糖。唔過你喺教你嘅土里就係嘛嘅外商係當初嘢。因為從來就說嘛嘅網美店啊，它一定會先吸引人家，好食唔好食，係那個一回事，先來。你今條尾冇出強烈嘅服務。你看用見哈，雖然講佢當好食，不過看到，那其實我先試一下你家的好。我看嘅兄弟嘅傳到單刀嘅，聽唔掂？就特別好食啊，還是他衝電視。佢嗰個真嘅啦，哦，我一表唔係當初有一件事情，我想人生嘛，吼，然後黃小鳳漢堡嘅好嘅事情，應該兩隻都係夾合呢，結構應用版做。眼咩同我做眼？研究應用版擺。係啦，唔過你下世問大家是係講講到按照煮食嘅東西，你一般來挑戰即個冇煮過嘅東西，想要先挑戰哪一出料理咧？阿志。我想要挑戰熱煎烏龍麵。熱煎烏龍麵。因為呢，我自家真好食烏龍麵，跟我大禮拜都會試一擺。嗰種我就說，然後我按好食，我就自家吃看來煮啊。唔過我感覺其實大家常都就感覺，好非常的簡單。唔過我想嘅嘅湯頭咪自家做，我要去特別去查咧，湯頭用嘅昆布，慢慢煮，小火煮完了後呢，還有菜魚啊煮，湯頭這樣會真好食。古時候你下都查好誒，查好誒，還忙中，還忙中，查來做，查好，去年查好都呀哈，還忙中。咁你會唔會咩真嘅做出來又會忙件事？我直接去食烏龍麵就好喎。係啊，其實冬天你啊，係啊，好啦，那不做了。冬泳衣就老那個夢想來大敗退，說服他了，一下就說服，你也太容易放棄夢想了吧？我覺得我們自己搞做，直接去吃下講哦。我堂講把你力感想要挑戰哪條料理？可以喜歡挑戰就會給亂搞，鹹蛋糕是不是？沒收蛋有沒有鹹亂搞啦？亂搞。因為呢，我冇好食給亂搞，古時候我做嘅給亂搞，我就做啲嗆一點。好，我食。係唔係？我吃到做給亂搞，其實不是說有成成就感，因為其實我會買懂到啲器具嘛，像什麼愛心模型。某一天啊，有的會唔是。就是會買嘛。好只能靠外表取勝。唔係，古時候就想要做暗用，懂好看給亂搞本。沒關係，太假食。我吃呢就吃到呢，對我來講有怪感呐，做得樣皮啦。我知道吼，人有心情吼，莫個煮嘅湖南料理就好咧。加油！哎，你會支持你。加油！什麼太假？唔好食，自以為讓你食太好吃，好冇？好朋友啊，好朋友。好姊妹，莫按你啦哈。啊，飛機人上來挑戰咩嘅料理咧？東南嘅我知道，我喺度咧下還蠻挑戰成功之類，鹹菜乾脆3層肉。哦，就係人講嘅那個梅乾扣肉。哦，你經營東南呢？東南，因為我知道都先個食材是可以是東南，個鹹菜乾因為先到當香嘅，又唔會鹹嘅，還有
總得睇手，要總得睇配，喊喙嘅時間，因為喙要眉毛，該喊出嚟講要皺，所以啱時都凍難，到呢下都喊掹先講過。前幾日咱用嘅用板糖嘅尿，一做嘅好配掉，咁個就要總得貼配，因為假使冇配，嘅喊出嚟煮起來個澀唔好食，前幾曖昧當為主，啱搶曖昧老教你。我就是覺得我全天下最好食梅乾扣肉就曖昧煮，前幾都好食。係啊，小鳳上愛好乜嘅菜？我上愛好甜點類嘅東西，因為炒你相信唔會變到鹹咧？你相信？阿哥，你做啲香蝦嚟研究一下呀，真係研究啦。因為其實煮鹹嘅嚇，我就呢種家庭狀態其實唔會難啊。懂厲害咧？你個懂厲害，就我說唔會難啊。不過甜點類，我是真嘅唔曉得。對，因為我哋講要綁住女人的胃哈，甜點係關鍵。哦。不過口袋要夠深哦。咁有樣做甜點嘅成本有按出咧。有哦。哦，我唔過我咩要綁黃太太嘅味啦，我想要。咩我會嘅啊？咩我扮演嘅味。係啦，我諗佢顧好，顧實我就研究甜點。顧實今日偷人家半樣係偷人家買啊。哦。啊，以後就會那個女兒就會說：爸爸今天要吃什麼甜點？喊爸一買啊，就買呢塊機，喊切喊沙皮喊夾喊我。心機好重。喊沙皮就好我喊切。還有補充概念啊，還有心機哈。該八強，你想來挑戰乜嘅料理？金沙蝦 Q。大家假使要看吼，自家自主嘅體質攝嘅細節咯，唔係打廣告，係因為該兩時我失敗咧，我唔知馬上嘅係金沙，我咯喊亂嘅亂拍咯亂風，強下叫強下咧，強下炒咧，不過按樣做唔得。金沙係講，因為蛋腸炒喊亂炒到幾稀破，按樣將變嘅蝦 Q 蝦魚，這樣才是真正最厲害嘅金沙蝦 Q。所以那一集我害來賓失敗了，基本得到3千 Q，所以你要係我最想嘅。你3千 Q？我自己有私底下包大概30塊給他。你要係我最想嘅血池嘅一套菜。好，我食。好，你會食。好。假使要先講坦白做在帶來那個兩盤不太這個學，冇問題。我相信一定很成功。該啊，認真的，想要挑戰乜嘅菜？我想要來挑戰所有撈下崗有關係嘅料理，因為我本身就同好食下崗。唔過你想看啊，我來做下崗嘅料理，啊，真的是口袋要夠深，因為下崗本身好食嘅就有一些些嘅價錢。係啊，有冇像嘅白鱔啊有錢，然後做那個泰國蝦。冇。嗰陣我當上我來挑戰就是這個蝦子的料理啦。啊，唔過咧，我一下係帶到5杯就冇做下，啊，像天婦羅、烤箱聽聽，按你就較難做。古時就希望啊，有人做得將來做下，非但就係有人做得同個天色，就講做太多身體。好，最尾上問題之間，知道咧煮食啦、煮菜，本知道最大收穫係乜嘅阿姊。我感覺就會吃嘅精神，其實你煮菜就唔是講啊，就像去教就會啊，教就會教出來，就教出心得啊。因為其實硬講去失敗就唔講做，就會講做嘛，係冇像愛老李家都唔講失敗嘅人，對不對？失敗為成功之母。其實該阿姊講嘅咩冇唔錯，就係用挑戰。韓國人有人講咧煮食係甜點不卡人嘅感情，還有乜嘅就係舒壓。當然咧，壓力動態嘅時節，觀眾朋友有咩注意下？喺個煮菜當中，動到嘅技巧，動到嘅趣味本，大家聽下來欣賞哦。記得下禮拜聽嘅時節，會繼續來收看你嘅香腸開上館，要花太假歌。拜拜，拜拜，記得搜尋高低兄弟哦。還有點點。拜拜，千萬不要搜尋高低兄弟。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是我的哦。先咯，高低兄弟，讓大家講拜拜。